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1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消息今天比較大的一個新聞就是萬科21、萬科02那個債券延期，也是展期獲得通過。對債權人來說還是選擇了死馬當活馬醫。現在就撕破臉了，說不定啥也沒有了。萬科方面呢，拿出了最大的誠意。那債權人一看，對吧？這就是博弈我在以前節目一直說，債權人一看，那逾期破產清算還不知道能撈多少，現在回來一點是一點，就這種概念這個萬科2102這個債券它這個我們簡單的說就是萬科同意付40%，就是你是1000萬的話，先給你400萬，剩下的600萬加利息都展期1年，就這麼個安排。那你說你要是債權人，你恐怕也只能這麼選擇了。你說不行，那不行，現在沒錢，那咱們就清算吧，就這意思所以債權人一看，理性選擇先拿40是40吧，剩下的60過1年再給。完了之後，這個60還有增信措施，也不是說就這麼空口無憑的延1個月1年它還有什麼武漢萬雲房地產有限公司、西咸新區科住置業有限公司應收款質押作為增信擔保措施，這個就沒什麼好解釋了我覺得就是各位如果你是萬科的債權人，你恐怕也得投票贊成誠意已經滿滿了。但是很多人在猜測說萬科沒錢了，對不對？他那個40%的錢從哪兒來的呢？你想萬科有4支債券到期接下來還有一支，接下來一支都得這麼安排，因為他這是第一個這麼安排了，那第二個、第三個到期的都得這麼安排，就是先付40%，剩下的60%延1年。那也就是說人家給他測算了一下，那這上100億的資金，萬科從哪兒弄的呢？有人猜測是不是深圳國資委又想明白了，還是決定再給他輸點血，總好過現在就爆雷。這個都是猜測萬科從哪兒擠出這40%，這個一定是保密的，就是暫時就是他付之前一定保密，要不然其他債權人就急了。你想想不在這4批的這個之內的那些債權人，那他能不着急嗎？你說萬科僅有的一點錢，一點有用的資產，優質資產被這個深圳地鐵給質押了，然後僅有的現金你還了這些債權人，或者我們排在後面的怎麼辦？那更看不到希望你到時候就剩一個骨架子給我能行嗎？就剩一個殼，是不是？那剩下的債權人是不是就急了？那就得上手是不是就亂了？但是大家不用猜因為萬科它是上市公司，到時候付的時候公告它就會要說明這個錢從哪兒來的，是借的還是貸款的，還是大股東支援的，還是自己變賣資產，到時候就會公布這就是萬科那麼它的公開債這個危機就暫時化解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萬科就沒問題了呢？這是錯的相反，萬科身上的擔子越來越重，萬科喘息的空間越來越小，因為它僅有的一點現金流要拿去還債，只要房子賣不動，這個都是在延緩時間，在耽誤時間。我個人覺得萬科的其他的供應商、其他的債權人接下來會加快這個司法進度，趕緊告狀，趕緊查封，趕緊拿到手，對吧？現在就已經開始了，就搶。債權人比誰都精這是關於萬科最近這個統計局公布了這個相關數據，顯示咱們的2025年整個經濟發展狀況。我記得咱們有個節目已經介紹過。那今天這個高盛對咱們統計局1月19號發布的數據他也做了一個解讀。高盛說2026年中國經濟展望增速放緩，房地產與消費拖累將有多嚴重？展望2026年，高盛在1月5日發布最新的研究報告。報告中預計它是中國實際 GDP 增速將達到4.8%，高於市場普遍預期的4.5%。說的是2026年它是預計那也就是說市場預期是4.5%，但是高盛還是比較樂觀的，他認為有4.8%。第一個是出口拉動，說高盛對中國經濟前景相對樂觀預期，主要建立在出口的結構性韌性和政策寬鬆力度加大2大支柱上。儘管全球貿易環境複雜多變，中國出口表現持續超預期。2025年中國實際出口量增速達到8%的高水平。高盛預計2026年將保持在5%的穩健增長。更值得關注的是，高盛預計中國經常賬戶順差占 GDP 比重將從2025年的3.6%擴大至2026年的4.2%。這一預測大幅高於市場普遍預期的2.5%，成為高盛與市場共識最顯著的分歧點。出口韌性3大支撐因素。高盛認為新
新興市場整體經濟出口快速擴張，中國在關鍵礦產領域主導地位，使其他國家難以設置重大的貿易壁壘，以及高科技出口的增長潛力。高盛認為啊，這個是支撐咱們出口的是有利的3大因素。那高盛認為什麼拖累呢？就受什麼所累？那就是房地產與消費。中國房地產行業已進入第5個下行年，多數房地產活動指標較2020年至2021年峰值下降50%到80%，目前尚無觸底的跡象。高盛不是說 L 型復甦嗎？那這個 L 還在一豎啊，那高盛認為還沒有觸底嗎？還在一豎啊，還沒到那一橫。高盛警告稱啊，如果中國遵循全球房地產泡沫破裂的典型時間線，房價可能還會再下跌10%。全國實際房價可能要到2027年才能觸底，這是高盛最新判斷啊，認為2027年全國房價才能觸底，那就是2026年還在尋底唄。儘管如此，這是房地產對經濟的拖累正在逐步減輕。高盛預計啊，房地產對年度實際 GDP 的增長拖累程度，這2024年是2個百分點，2025年也是2個百分點。那麼高盛認為2026年房地產對 GDP 的增速拖累收窄至0.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此消彼长嘛，你房地產已经跌成这样了，你再跌，对吧？也就是说它的比重本来就小了，它跌幅也慢了，所以那它对 GDP 实際的这個負面影響只有0.5%了，你這麼個意思啊。他說消費領域呈現結構性分化，高盛預計2026年服務消費增速將超過商品消費，政府消費有望加速並抵消個人消費疲弱，這得益於商品以舊換新國補計劃在2026年的延續，宏觀政策協同發力將成為2026年經濟穩增長的關鍵。高盛預計啊，2026年政策寬鬆力度將加大，包括2次10個基點的降息和廣義財政赤字擴大1.2個百分點。關於通脹和就業啊，高盛認為中國的再通脹進程將是循序漸進的。CPI 通脹預計從2025年的0%升至2026年的0.6%， PPI 通脹從負的2.6%升至負的0.7%，後者高於負的1%的市場共識預測。PPI 已連續3年多處於通縮狀態，但高盛預計 PPI 同比增速將在2027年轉為正值。勞動力市場仍面臨挑戰，各項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就業分項指數加權平均值顯示，招聘活動處於過去10年最不景氣的水平，這是高盛認為的啊。那也就是2026年這個就業比以往都要難，過去10年最不景氣水平。2025年第3季度城鎮名義工資同比增速放緩至僅 3.8%。高盛預計政府將出台針對性政策緩解勞動力市場壓力，包括補貼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和線下企業，提高最低工資等。那我們記住了啊，就是高盛的觀點主要有這麼幾個，一個是2027年全國的房價就見底，第二個呢，從2026年開始房地產對經濟的拖累只有0.5個百分點了，第三個就是2026年就業會更難，但是他認為消費啊會在政府的帶動下，什麼補貼啊以舊換新，消費會有所表現啊，這當然這是高盛的觀點啊。關於這個房地產，關於消費對經濟的影響，實際上這個經濟學家馬關遠呢他也有看法。馬關遠他認為啊，2026年如果把房地產穩住了，不再跌了，那麼中國經濟至少多增長1.5個百分點。大家看視頻啊，這是1978年以來第3次固定資產投資出現負增長，房價全國下跌的幅度基本超過40%了，老百姓的財富縮水非常厲害，房地產穩不住，物價就很難穩住。2020年以前，我們每年的消費的增速還有8%，現在12月份掉到了0.9%。2025年中國經濟最大的拖累還是房地產。2025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雖然達到了5%的目標，但是從微觀主體的感受去講的話，好像這個數據沒有5%顯得那麼好。我們看三駕馬車裡邊，固定資產投資掉了3.8個百分點，這是1978年以來第3次我們的固定資產投資出現負增長。前2次1981年、1989年，這2次都是主動調整讓投資下來，因為經濟過熱主動調整下來。但是這一次固定資產投資為什麼要掉下來？因為房地產。那麼房地產的投資全年下降了17.2個百分點。17.2個百分點是什麼概念？是
1998年房地產市場化以來最大的跌幅，也是2000年以來年跌幅唯一的超過15%的，也就是在2025年房地產的投資的下滑，讓固定資產投資歷史上第3次出現了負增長。第二，我們看消費總體儘管有3.7個百分點的增長，但是由於大家買房子少，房地產方面的支出少，所以整體消費一直在往下降。2025年中國消費逐月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什麼地方？還是因為房地產，不買房子就沒有消費。到12月份的时候，消費的數據掉到了 0.9 這麼一個增長。大家想想，2020年以前我們每年的消費的增速還有 8%， 現在12月份掉到了 0.9。 第三个，我們看房地產幾乎所有的數據，房地產投資我前面講了，下降 17.2%， 房地產的施工面積下降 10%， 新房開工面積下降 20%， 竣工面積下降 18%， 房價整體都在往下掉。土地出讓金距離 8.7 億的高點，今年總體全國土地出讓金不會超過3萬億，然後再去看其他很多的指標都在往下掉。所以我們說2025年如果房地產但凡穩住，但凡表現沒有這麼差的話，中國經濟老百姓的感受跟我們看到的那個 5% 一定是能夠高度吻合的。也就是說，如果你告訴大家我們2025年的增長是 5%， 大家感受到也是差不多的。但是現在為什麼大家感受不到？房地產大幅度的縮水，可以說房地產影響了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所以我們為什麼講2026年中國經濟要穩住，中國經濟要開好局，中國經濟要開好15-5的這個局的話，一定要把房地產穩住，一定要出大招了。那麼開年以來，我們看到有關方面也很重視啊，求是雜誌發表特別評論員文章，談房地產的需求，談房地產這個行業的屬性，談它的重要性。我覺得釋放的信號很多，但是最重要的要把政策落到實處。房地產已經進入到第6個調整的年份，房價全國下跌的幅度基本超過 40% 了，老百姓的財富縮水非常厲害，所以房地產穩不住，物價就很難穩住。物價如果穩不住的話，整體經濟要在一個比較好的環境下開好15-5的局就比較難。所以現在真的到了我們確實下決心出大招，把房地產在2026年真正的穩住。如果穩住的話，整體中國經濟數據會有一個非常好的體感。那麼如果穩不住的話，對我們15-5的開局絕對不是一個好事啊。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啊，確實到了該下決心的時候啊，不能再拖了。這個馬官員說的對不對呢？高盛說的吧，咱們房地產2026年對 GDP 的影響是 0.5個百分點，但是馬官員認為你房地產如果不跌了，他認為影響是 1.5個百分點。但是這個無非就是看這個房地產影響的程度，對吧？高盛認為沒那麼嚴重了。但是馬官員還認為這個房地產還很嚴重，他甚至認為啊，大家為什麼這個體感跟統計局的這個 5.0 對吧，總是有差別？他認為罪魁禍首還是房地產，那不就這意思嗎？我仔細想了想啊，就是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回憶一下，就是10年前有沒有這個體感和 GDP 那個宏觀數字之間的差別，有還是沒有？10年前啊，我的印象中，我們個人呢，這個個人的體感和這個 GDP 之間啊，好像沒什麼關係。為什麼呢？那時候 GDP 13%、10%這麼增長，什麼可支配收入增長沒人關心，所以就沒覺得這個叫溫差嘛。就個人體感溫差不是對比出來的嗎？也就是10年前沒人對比，所以它就沒有差別嘛。因為大家都不關心，大家都認為自己能賺到錢，賺不到錢都認為是自己沒努力，對吧？或者自己運氣不好，哎，跌倒了再爬起來，我明年再努力一下，我就能賺到錢。我今年沒賺到錢啊，那我會覺得，哎呀，是我今年運氣不好，對吧？是什麼沒幹好，做錯了，明年就行，明年再努力吧。所以說，實際上大部分人並不關心那個 GDP 是多少，也不關心那個什麼可支配收入漲了多少，都根本不關心什麼 PPI、CPI、通脹什麼的，沒人關心，所以就忽略了，對吧？這個溫差。那現在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大家突然發現你失業了，對吧？工作難找了，突然發現這個房子啊，你上一次問的還是18000，現在一問16000了。這個時候回頭再看一看這個統計局說的這些數字，依然是穩中向好，所以大家就有了這個比較之心，對吧？我覺得明明覺得現在越來越差，但是統計局說越來穩中向好，所以
以大家就不自覺的去要跟统計局的數據比較，所以就有了这個溫差。所以說10年前有沒有溫差，是因為大家沒關注，或許也有，如果你要仔細去體會，恐怕也有溫差。這個還是跟咱們以前說的一個道理一樣，就像一群豬在那兒吃食的時候，你只要自己那槽子裡面還有點吃的，那個豬它就不叫，它就悶頭吃。等到它槽子裡沒得吃了，它再抬頭看看別的槽子，別的豬還在吃，它就不高興了，它就嗷嗷亂叫。如果每個槽子裡都沒得吃，這個豬也就老實了，在那睡覺。如果有一個槽子裡還有豬在吃，有食，那不行，一定是躁動。專家說，對吧？房地產如果穩住了，对 GDP 就有1.5個百分點的好處。但是我不覺得人房地產如果穩住了，那老百姓的體感就好了嗎？有那麼容易？如果房地產穩住了，那些炒房的體感可能好一點，你房價终不跌了嘛，对吧？這就是最壞的時候了。後面就是向好了，這個炒房的人恐怕體感確實好一點。你不炒房的人，對吧？跟你的體感沒1毛錢關係啊。你房價漲和跌，甚至有的憋着錢，對吧？存着那點錢想買房的人反而你房價越跌他越開心，他幸福指數越高對吧？去年買的話200萬，今年我150萬就能買，我再等一等又省了50萬，是不是這道理啊？如果你只有一套房你刚需房，你在住在裡面，你那房子買的时候300萬，你現在变成250萬，你會因為這個說什麼體感不好嗎？因為就一套房，其實只要你按揭貸款能還你不會有任何感覺的。一套房的你按揭貸款正常還，你那房價漲了跌了，你根本沒什麼感覺，對吧？只有現金流會讓你感覺到幸福，你知道吧？什麼叫現金流呢？突然年底公司給你發了一筆5萬塊錢獎金，突然，對吧？公司給你加薪了，1個月加1000塊，這個會讓你產生幸福感，因為是到手的現金流多了。只有你的房子在升值，你就一套房你不會因為房子升值了我把它賣掉，你也不可能因為我就一套房，我這房子要貶值，我現在給它賣掉，等到以後便宜了我再買回來，這種人少不是說沒有，這種人非常少。所以說這個只是說房子貶值房地產沒穩住而導致這個體感不好的，實際上是那些炒房的。那有人就說了，那好多人貸款賣房，那這些人體感也不好，对吧？很多人辛苦了半輩子結果他賣房子還貸款去賣，那這個他的前提是因為他失業了，他還不起按揭貸款了，夫妻倆都失業的，對吧？造成他痛苦的第一原因是他失業，不是他房子下跌。如果他正常就業，对吧？他工資是正常的，那他也在正常的還按揭貸款。所以说房價下跌不是他主要原因，那当然也会導致他痛苦但那個不是主要原因是他失業，他失去了現金流，失去了生活來源。最後再退一步說這個按專家說的，那你說政府出什麼政策房地產能穩住呢？任何政策你能對抗人口在急劇下降嗎？新生兒出生率，對吧？斷崖式下跌，人口負增長，你能對抗這個嗎？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即使出什麼洪荒的政策大力救市，它也只能穩個幾年，對吧？幾年以後還得斷崖式下跌，你還得買單，因為人口少了。當然了，很有可能個別城市1、2線城市好一點，但是3、4線城市那就是鹤崗化，就沒人，對吧？因為這個符合人口這個減少這個趨勢大量的農村恐怕就沒人了，房子倒塌。什麼4、5線城市人是越來越少，大量的房子空置。有很多人都有印象你如果在縣城買房子，4、5線城市你要買房子，你感覺房子好像沒便宜，你去打听一下。但是你要賣，對不起，賣不掉。就出現這麼個現狀。如果我們結合高盛的觀點和馬關遠的觀點，那我們就比較容易得出一個結論：2026年咱們消費就會出現負增長，就是消費不僅不增長，還是負增長。2025年12月消費的增速只有 0.9， 那就到今年1月恐怕增速就沒有了，那不就開始負的了嗎？不過我也在以前節目說了2020年1月、2月、3月甚至4月一線城市這個樓市會出現企穩，甚至有的地方還要反彈，這個也不要覺得奇怪完全有可能，因為這個每年這個時候都是跟学区房有關係，會有那麼一波叫回暖。但是到了5月份，對吧？它就要回到原來的軌道上。這個1、2、3、4這幾個月那屬於擾動偏離軌道，5月份就要回到軌道，甚至要加速，因為好的購買需求提前在1、2、3、4月釋放掉了，那後面的5月、6月它就沒有了。主要是1線城市還有部分2線城市會有這麼一個特徵。我們再看看這個另外一個經濟學家李迅雷，他對這個房地產是怎麼看的由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網易財經智庫聯合主辦的2022
2026年晚易經濟學家年會於2025年12月在北京舉辦。中泰國際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李迅雷在接受晚易財經智庫專訪時表示2026年中國經濟正處於多重周期疊加的關鍵轉型期，房地產市場調整尚未充分， AI 產業機遇與泡沫並存，而消費提振和養老保障則需要超常規政策發力。所以他第一個觀點很直接他說房地產市場說房價未調整充分，2026年買房不如租房這是李迅雷說的2026年房價還要跌你現在買房不如租房，這是他的觀點。當被問及當前房價是否已跌到底部時，李迅雷坦言這一問題如同判斷股票底部一樣難以精準回答。他指出房地產調整並非一蹴而就，日本樓市泡沫破滅後曾持續下行20多年，而中國房地產自2021年開始回落，至今僅4年左右，調整並不充分。從估值指標來看，當前全國房地產租售比 2%， 對應相當於50倍市盈率，而合理水平应在30倍左右，租售比偏低意味着房價仍有調整壓力。不過他也表示说当前房地產市場存在明顯的結構性差異，3、4、5線城市租售比已超過 3%， 而1線城市租售比不足 2%， 但1線城市持續的人口淨流入對房價形成了一定的支撐，這與紐約等國際大都市租售比偏低的情況類似，不能一概而論。李迅雷特別強調他說中國房地產當前面臨的是人口周期下行、城市化進程放緩與房地產周期下行的3重疊加，人口下行、城市化進程下行、房地產下行，這個共振這種局面在歐美和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時均未出現，需要引起足夠重視。也就是都是在下行，但是我們這個下行那跟美國跟日本還不一樣，人家下行的時候人家碰到了什麼呢？一個人口並沒有急劇下行，第二個人家趕上了正好世界經濟在發展，對吧？以日本為例嘛，日本是上个世紀90年代開始，對吧？所謂的這個低迷，所謂的消失30年，但是他趕上了在中國的投資機會日本在海外投資他在海外的投資再造了一個日本。當然了，這個日本國內老百姓呢就沒有那麼直接的關係，也就是日本國內的老百姓他的就業並沒有增加，他雖然福利待遇這個比如社會保障還是有保障的，因為畢竟日本在海外投資賺錢了，人家有錢用來這個改善老百姓的福利待遇，但是從為普通人來說，你沒有就業機會那就業的在海外對吧？國內也沒什麼崗位，所以說日本的年輕人就會頹廢，對吧？失落低迷。那我們也不一樣了，我們的社會保障還沒有完善呢，這個時候疊加失業的吧？那你說怎麼辦？然後你這個時候正好也趕上人口下行，全球經濟恐怕就是你找不到一個地方說有個經濟體在快速發展，然後還能帶你玩，也就是我們現在出海的吧？你到底出海能出成什麼樣？日本當年出海是很成功的再造了一個日本。那這就是李迅雷的觀點對吧？我覺得他說的還是比較在理的，就是說你不要都看日本、美國樓市低迷，我們也樓市低迷，然後就這麼機械的去對比，那是刻舟求劍。你得要知道人家低迷是什麼原因形成的，人家當時的環境和背景。那我們現在是什麼原因形成的？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和背景是什麼？李迅雷說在當前房價持續下行的態勢下，租房或許是更穩妥的選擇。李迅雷認為2026年買房不如租房，且租房並非意味着長期租房，若後續觀察到房價跌至合理區間，仍可轉換為購房。對於租金與房價的變動速度，李迅雷給出了明確判斷。目前租金的下跌速度更快，他觀察到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租金仍在持續下行，而當前樓市面臨的核心問題是租金與房價同步下跌。租售比的計算公式中，租金是分子，房價是分母。若想讓租售比回歸合理水平，理想狀態是房價下跌的同時租金上漲，這會加速樓市見底。當前租售比分子分母同步收縮的態勢，給房地產市場調整帶來了更大的壓力，也意味着樓市見底還需要更明確的信號。我倒是覺得李迅雷人家說的還是比較靠譜的，比較客觀而且人家直接說了2026年租房比買房合算。但是這裡我的觀點要修正一下，就什麼意思呢？還得因人而異。你手上有錢，我覺得那你就買，就是你把買房當成消費；你手上沒
有錢，你說我就能付个首付，然后我的工資還完按揭差不多就沒錢了，你這種就不要買，因為你沒有任何抗風險能力。那房價要再往下一跌，或者你要10個月，那就完了，你就不應該考慮買房。什麼人考慮買房呢？就是說我手上有這麼多錢，比如說北京啊，我看中了五環邊上一套房400萬，我正好我有400萬，那你就買啊，你把它當消費啊，早買早享受。如果你說我只有50萬，對吧？我首付還得東挪西借的，完了之後我就掙了錢還按揭，這種啊，你就不如租房。總之啊，就是我們牛馬韭菜啊，現在開始買房是要以消費的眼光去看。我一直在節目裡面說啊，就像你買汽車一樣的，你買奔馳，對吧？60萬，你也知道你車一到手就貶值了，你提車的吧，落地60萬，你到手你就變成58萬了。你要想賣啊，你說我1公里都沒開，我這急着要錢，我不要了，那你就58萬。都不一定賣得掉，你開個1年變成50萬，對吧？開個3年變成30萬，你都知道，對不對？你在乎嗎？為什麼不在乎呢？你不就是你是消費嗎？你心甘情願。你要以這種房子這個心態去買房，你就不在乎，對吧？你300萬買套房，過5年變成250萬或者變成200萬，你也不在乎啊，對吧？這種心態你就去可以買啊。所以我倒是覺得沒有必要是說非得說你能判斷它的底部，沒有一個經濟學家可以預測這房價的底部在哪裡，這個底都是事後驗證出來的，也就是過了那個階段之後，回頭一看，哦，原來那就是底，一定是這麼形成的。還有一個，我們要拋棄一些陳舊的觀念，就是誤區啊。什麼叫誤區呢？有好多人呢，他還在沉浸在過去那個房價暴漲的那種邏輯裡面。哎，我現在在這兒買套房，過幾年我再把這房一賣，我買的是200萬，我到時候能賣280萬。你這個想法一定要拋棄，以後沒有這麼好事。就這個房子你買的時候是200萬，你好像那個中介啊，房產什麼周邊的房價都漲了，新房價格也漲了，然後你說我把我手上這房子賣掉，我這買的很便宜，但是你放心，你賣的時候你也賣不上價。這就好比那個上海的豪宅一樣，那個新房價格是在漲的，但是二手豪宅它就賣不掉，到手就貶值。你看看上海的豪宅，哪個二手豪宅說漲價了，對吧？前幾年到手的現在賣都是便宜，打折賣，但是新的豪宅價格在漲。所以你3年前在上海買的豪宅，你現在一看新的豪宅價格，你很開心，你覺得我這漲了20%了，50%，但是你這樣賣的時候發現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所以說2026年啊，對於那些買不起房的或者買房錢還不夠的是個好事，也就是你租房吧，踏踏實實再租1年再看看。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